咁嗰刻我就覺得我幫佢完咗佢個夢，好多謝佢願意將佢生命最後嘅一日分享俾我。原來真係可以用音樂行遠啲。我以前睇過一套戲，睇親都喊嘅，就係肥貓 exactly 一樣，個身形嘅海貓一樣。我哥哥本身係一個自閉症輕度弱智患者，可能大家認識我身份係咁樣啦，但我哥哥唔係，我哥哥冇人認識佢，經常都會俾人告嘅意思係因為佢同一個正常人好似冇乜分別，但係佢就會喺地鐵度大吵大鬧嗰啲嚟，咁啊每次都係俾人拉走咗，咁我每次都要拯救佢，爸爸媽媽又分開，咁跟住哥哥又有呢個病，咁好多時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經歷，令到我有所成長。咁所以我覺得做有意義嘅嘢同埋去感受愛係好緊要。琴日朝頭早，我收到一個電話，係一間醫院打嚟，佢話係咪子晴啊？你可唔可以咧過嚟同我哋其中一個病友去 jam 下歌？我哋個病友應該捱唔過今日或者聽日，你可唔可以願意過嚟？咁我琴日一收到朝頭早收到電話，我就話：哇，有我過嚟，我即刻過嚟。咁我記得沙田醫院，咁嗰個病友見到我嘅時候係呆咗，好呆咁樣，直情冇刻意見到我，根本佢都喐唔到嘅。佢係想我同佢唱歌，我知道我個使命就係要同佢唱歌，所以我即刻攞住啲吉他，傾都唔傾，彈咗啲 melody， 我就即刻話有啲咩歌想聽。佢由原本好呆滯個樣，突然間轉個頭過嚟，咁嗰刻我個心裏面好開心，因為好似由佢 answer back 咗我。作為一個音樂人，除咗要做一個講故事嘅人，原來可以做到音樂治療呢一樣嘢。咁我琴日好多謝佢願意將佢生命最後嘅一日分享俾我，願意用個時間俾我同佢唱首歌。咁作為一個音樂人，我覺得呢個係好少嘅一個故事，但係好感觸㗎啦，即係唔一定要做到所謂嘅好紅，唔係一樣嘅美咯。喺我角度係每一樣有意義嘅嘢，有需要我嘅地方，我就會出現。我記得我嗰陣時參加造星咧，導師係移民，佢同我講過一句説話，喺我走嘅時候，我最初唔明，佢話試下將你嘅音樂走遠啲，帶大家行入去你嘅音樂行遠啲。咁我最初唔明咩行遠啲，我做咗好多音樂噶咯，10幾首歌，日日都周圍去唱，好遠噶咯喎咁樣。而家我明啦，原來真係可以喺唔同嘅故事裏面，用音樂去唔同嘅方式去了解我，或者帶大家用音樂去療癒自己。我好似今年多咗成長。幻想離別的故事散落途上，凝望那天高地光，沿路寫下我。長夜裏看守什麼，憑什麼你放，為明日沮喪。仍然有願望，乘着那風，沿路感覺，何其遼闊空曠，流淚的過雲雨，或遙望晴朗，讓一切沒定。